同聲同氣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聞，灣區最新聞，努力同你品。今晚我哋會打通2個1公里，先睇第一個1公里。我哋關心大家今年嘅開局，金3銀4就梗係睇揾工啦。為咗要打通就業服務最後1公里，最近廣州創新性推出灣區就業巴士，通過移動嘅一站式平台，打造15分鐘就業服務圈。上咗呢部就業巴士係咪真係等於上咗有工嘅呢部車呢？跟住就咪暢遊開工快速路呢？廣州嘅呂女士之前一直喺外地工作，最近想返廣州揾工。前幾日佢經過北京路商圈時，見到附近停咗一架就業主題巴士，就體驗咗一番。上車後佢發現呢度唔單止有現場招聘嘅企業，仲有專家進行就業指導。單位他們在寫招聘那個需求的時候寫得不太清楚。那其實像你剛剛提到這個爭點啊，其實我有個建議，就是可以先跟 HR 去做一個前置電話溝通。隨後，呂女士挑選咗心儀嘅崗位報名，並現場進行面試。佢話有咗老師嘅指導加持，自己同招聘人員交流起身，亦都更加得心應手。挺好的，就是挺方便現在年輕人的。看到有合適的企業或者崗位的話，那你逛街的時候順便就可以去投一下咯。除咗現場應聘，呢架巴士仲提供線上招聘。求職者唔單止可以搜索附近正在招聘嘅職位去報名，仲能夠向深圳、佛山等灣區城市嘅熱門崗位投遞簡歷。這邊的人流量其實還是比較大的，那匯集了從各個地方過來的，不管是遊客也好，或者是求職者也好，他們可能都會更加傾向於從事這一類型的，比如說快銷啊、物流啊等等，這一些崗位，所以我們也是有針對性的進行崗位跟企業的一個邀約。另外，就業巴士仲提供 AI 模擬面試服務，通過智能化深度分析，有針對性咁指導求職者改善面試表現。而依託 AI 系統同大數據，求職者刷臉3秒即可生成簡歷報名投遞，大大簡化咗應聘嘅流程。我旁邊這台設備呢，就是可以進行刷臉投遞的，我們來體驗一下。點擊進來是有不少這個職位呢可供挑選的。刷臉之後呢，它就會出現姓名、手機號等一些基本的信息，就免去了填寫的過程。同時手機呢就會收到一條短信，這裏邊呢可以完善自己的個人簡歷等信息。據統計，灣區就業巴士自舊年11月份啟航以嚟，已經組織到基層招聘活動14場，累計提供就業崗位2844個，收到簡歷1590份，開展職業指導服務203人，開展直播帶光12場次。這個是可移動的，它呢就可以去到我們廣州市的商圈，我們的一個產業園區，我們的高校，還有村鎮，就把更多的服務就推送到基層裡面來。響跟住落嚟嘅3到6月份期間，廣州仲會舉辦15場巴士車嘅招聘活動，並邀請更多優質企業上車招聘。原來冇乜人坐嘅巴士仲可以變成一個移動城堡。呢部巴士最大嘅優勢就係佢一站式提供崗位，同埋佢係正規嘅，唔存在啲咩非法中介同詐騙。佢係真心想幫企業招到啱嘅人，亦都係真心想幫大家揾到份相對滿意嘅工。咁點解係相對而唔係話好滿意呢？廣東人實在相對滿意係相對於我自己嘅條件滿意就夠啦。做得少賺得多就係人都想噶啦，確實係最令人滿意，但係真係少到鳳毛麟角，咪踏踏實實咯。坐完巴士啦，坐按摩椅，共享按摩椅啦，係而家仲活躍嘅共享招牌。一線城市裏邊好多啲商場、站場啊，其實都有。我哋以前都探討過佢嘅衛生啊、安全啊等等嘅問題。最近有消息話，共享按摩椅品牌樂摩巴母公司向港交所咧遞交咗上市申請，咁可能成為共享按摩椅嘅第一股。共享按摩椅佢係咪真係咁勁、咁受歡迎，已經可以上到市呢？同埋呢一行係咪有未來嘅先？今日中午，記者嚟到廣州正佳廣場，多個樓層嘅電梯附近都設置咗共享按摩椅，有街坊享受按摩嘅同時，順便瞓起晏覺。都有空嘅時候，或者想休息一下，剛好看到方便都，這就方便嘅啦。有數據顯示，每台共享按摩椅嘅成本大約係5000蚊，有關服務5到10個人，平均每單收費10幾蚊，月入可以達到2000蚊。扣除運維成本以後，最快6個月可以回本。
對於消費者嚟講，一杯奶茶錢就可以恢復元氣，都幾划算。咁亦令到共享按摩椅品牌樂摩巴迅速完成擴張盈利。近日，樂摩巴母公司遞交招股書，準備響港交所上市。招股書顯示，樂摩物聯響舊年前9個月淨賺近1億元。要累的時候，就是不趕時間的時候也可以做，或者等人會舒服一點。我之前做過一次，我就按得挺痛的，我就沒做過了。但係共享按摩椅嘅衛生問題就被廣為詬病。響一個第三方投訴平台上，針對樂摩巴嘅投訴多達893條，包括按摩力度過大、按摩椅功能故障等問題。就是覺得是像小孩子吃的那些餅乾渣啊，就到處都是。可能有的人是那個鞋踩在上面比較髒。有時候看着那些挺髒的。對，我朋友他們也不喜歡按。現在仍然處於一個快速的一個圈地的一個狀態。未來進入一個成熟期運營的話，那麼首先它要有一個專區專人負責進行維護和清潔管理。第二個呢，一定要有一個定期的更新制度，既然它可以形成一個穩定的現金流的話，那麼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更新體制。再有一個呢，它可以和這個它投放區域的形成一個共贏的一個生態。亮眼嘅數據背後係服務網點同按摩椅嘅加速佈局。商業綜合體同電影院係樂摩巴營收嘅主要場景。響2022年底，樂摩巴嘅服務網點只有2萬幾個，設備總數量超過16萬台。但係去到今年1月，服務網點已經超過4.5萬個，投放嘅設備超過50萬台，覆蓋國內31個省級行政區同339個城市，累計服務人數超過咗1.5億。有專家分析，共享按摩椅未來依然會面臨唔少挑戰。想持續瞓住就可以賺大錢，需要響空間投放上尋找新嘅突破，例如進駐寫字樓、辦公室等，同時可以加強同音樂、視聽行業嘅跨行業共享。未來對其他共享經濟有很多的啟示。第一個，我們不要輕言飽和和輕言這個就是沒有生存空間了。那麼我們未來需要圍繞着人的需求和人的這個個性發展，探索不同的生活場景。第二個呢，要在原來的細分領域進行進一步的這個精細化的運營。再有一個呢，一定要加強和周圍生態以及其他這個業態的一個融合，那麼創造共贏的一個生態。咁啊，確實你話共享按摩椅距離飽和，我諗應該仲有一定嘅距離，因為佢嘅存在形態唔單止係冇凳嘅地方嘛，好似電影院呢啲有凳嘅地方，佢都可以進入。咁啊，好多酒店其實佢都可以用，適用場景佢仲會一路咁樣去擴展，甚至可能嚟緊佢仲會延伸到自有按摩設備品牌。只不過而家嘅係紅利期，呢個紅利期建立喺市場仲未成熟，數量同產生嘅問題一定係成正比嘅。而家仲未到相關部門要重點監管嘅階段。按摩椅嘅壽命、風險同埋衛生呢啲，其實都係佢嘅核心生存數據。而家經營模式，我哋睇到佢仲係按次去收費，按次計。一旦出現以下之一係強監管，一係開始賣包月會員制，可能就係另外一個方向嘅信號，類似共享單車行業啦。香港恒基地產集團創辦人李兆基喺尋日逝世。恒地當晚發新聞稿交代，指李兆基黃昏喺家人陪伴底下安詳離世，享年97歲。李兆基2019年5月底以91歲之齡宣布退休，由兩個仔李家傑同李嘉誠出任集團聯席主席。佢近年都未有公開露面。即係我李兆基有啲人叫我四叔，有啲人叫我李兆基，點解嘅？冇所謂㗎。家中排名第4，人稱四叔嘅李兆基，響廣東長大，自幼響爸爸經營嘅金鋪學做生意。佢20歲時決定到香港闖一闖。冇學校，冇機會接受正統嘅教育。到我大啲啦，年青嘅時候，我一個人帶着1000蚊嚟到香港謀生做嘢。自細已經好細個已經出嚟做生意啦。即係邊有啲即係對做生意有啲情有獨鍾啊！好似打麻雀講都要食埋苦先走人。1958年，李兆基睇準香港房地產需求上升，同郭德勝、馮景禧等8人合組公司進軍地產業。其後，李兆基、郭德勝同馮景禧創立新鴻基企業，即係新鴻基地產嘅前身。公司嘅基字正係取自李兆基嘅名，三人被稱為商界三劍俠。
李兆基響1976年成立恒基地產，5年後上市，市值當初係30幾億元，現時已經係1000億市值嘅企業。李兆基2007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佢對教育同社會嘅貢獻。同做生意一樣，佢對慈善公益事務同樣落力，經常捐款俾教育及醫療機構。香港有9間大學，我有捐獻過，就國內嘅北京大學啊、清華大學啊、復旦大學，我亦有捐獻過。如果作育因材受益嘅呢，就係唔止一個學生本人嘅，更可相傳咗下一代啊，以至整個社會我都有好長遠嘅貢獻嘅。李兆基響2011年辭去旗下33間附屬公司董事嘅職務，為退休鋪路。中國嗰個部分係大仔管理，呢個二仔即係管理香港嗰個部分，嗰個工作啊叫我分配咗啦。2014年，李兆基曾經講過：你知唔知我今年係幾多歲啊？今年80幾啦，80幾歲應該喺政府做嘢，60幾歲就退休噶啦。我已經係超時嘅，做特個人嘅啦，已經係。2019年，李兆基正式交棒。如果話入職同創業佢都有運氣成分，其實退休都講命。好少人會喺啱啱覺得自己做夠賺夠嗰陣時，又遇上退休。主要係好難賺夠，賺夠嘅唔捨得收手，離開係捨得，有捨就有得，總有一日唔到唔放低得失。世人有追求，更心急求快。健身嘅老友肯定聽過優質蛋白質攝入。咁樣係會決定個肌肉線條嘅緊緻度，但如果你話要練到一嚿嚿嗰啲肌肉嗰啲魔鬼身材咧，多數要食蛋白粉，欲速則不達。福建有位25歲嘅男士，為咗短時間之內增肌，瘋狂補充蛋白粉，咪同肌肉同時出現嘅係腎衰竭。佢點瘋狂法呢？25歲嘅張生係一位健身愛好者，為咗快速增加肌肉，每日佢除咗猛食雞胸肉、牛肉、雞蛋同牛奶等高蛋白飲食以外，仲要額外沖多5羹大約150克嘅蛋白粉飲。但係堅持足足半年以後，張生就發現自己腰痛、身體乏力，即使充分休息都好難緩解。帶住不安，張生嚟到醫院一查，發現自己居然係腎虛。這個蛋白的一個高濾過的話，它會損傷這個腎功能，導致這個腎衰竭。腎衰竭如果時間太長的話，就很難，有時候就逆轉不了了，已經造成了腎損害了，肌酐已經升高了，而且尿蛋白一個加了。醫生介紹，作為最普遍嘅營養補充劑之一，蛋白粉經常被神化，認為佢係保健神藥，或者運動量大必須補充蛋白粉。但係盲目補充蛋白質，只會加重腎臟嘅排泄負擔。而值得注意嘅係，醫生提到近年嚟接診嘅健身愛好人士有唔少都出現類似問題。對，一般你看到比較前傳的去看腎內科的話，一般他就是查到有蛋白的了，然後去那裡複查的，臨床上也碰到過很多。建議的話，健身的人士的話，大概每個月都要去查一下尿常規啊，或者是監測一下腎功能。事實上，對於普通成年人而言，每日蛋白質推薦攝入量係每公斤0.8克到1.2克，增肌期可以去到每公斤1.6克，亦即係話一個70公斤嘅健身男士，每日蛋白質嘅攝入量為70克左右，而一杯奶、一個雞蛋以及拳頭咁大嘅肉類、主食等日常均衡飲食，就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人嘅需求。即使係增肌期，一日額外再加1羹30克嘅蛋白粉，亦已經足夠。而對於張生超出好多倍嘅蛋白粉攝入量，好多健身愛好者都認為過於瘋狂。不可取，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本末倒置了，因為我們健身還是要服務於生活的，保持的狀態就是在日常的，首先是飲食上，我覺得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奶茶、蛋糕這種糖油混合物還是要少吃。有專業健身訓練師強調，蛋白粉響健身期並唔係必需品，響食物已經補充足量蛋白質嘅情況下，就唔需要再食蛋白粉。佢建議健身人群應該諮詢醫師或者營養師嘅意見，響評估運動強度、體重情況同身體健康情況等因素後，合理補充蛋白質。
他觉得就是喝蛋白粉我就能长肌肉，喝蛋白粉我就能怎样怎样。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你的訓練效果，無論是增肌也好，減脂也好，都是主要的還是要訓練。這種飲食啊營養只是輔助。點解蛋白粉嘅蛋白過多會造成腎臟負擔呢？中間啱可能忽略咗一步，因為蛋白質喺人體裏邊分解之後會產生含氮廢物，好似尿素、肌酐等等。呢啲廢物咧係要通過腎臟過濾，再從尿液嗰度排出嚟。過量攝入就會增加廢物生成，會導致到腎臟超負荷。為咗要清除更多嘅廢物，咁腎臟嘅腎小球咧就會提高濾過率。所以醫生所講嘅高濾過腎臟就係因為壓力太大被用壞。蛋白粉增肌係健身房嘅金科玉律，因為健身房都賣蛋白粉，佢自然唔會聲明風險啦，咁咪影響銷路。上個星期開始嘅廣州市電動自行車查處行活動，今日呢仲繼續喺度進行。廣州交警喺廣州內環路珠江大橋出口開展現場執法，我哋記者全程喺現場度見證，目睹各種花式交通違法行為。我哋一齊去圍觀下。今日上晝，記者途經廣州內環路珠江大橋時，就見到有部分電單車違規上路行駛，仲有車主離遠望見交警查車，立即逆行逃避執法，結果同機動車爭道，險象環生。有車主甚至仲試圖衝卡。這樣都要衝，你真的是這麼大的等一下啊，站到邊上去，你人到邊上去。根據廣州市電動自行車管理規定，你駕駛電動自行車進入內環路，那麼呢，我們依法處罰50元。麻煩你如果沒無意，麻煩請你確認。記者仲發現有唔少電單車車主，除咗違規駛入限行路段以外，仲有未佩戴頭盔、故意遮擋號牌、側裝號牌、貨物超載等各種交通違法行為。我的導航我都不會導，人家給我導，我就導到這裡來了，我就沒辦法，是不是？他又首先罰錢了，你說叫我們怎麼辦了？為什麼用口罩把車牌給擋住啊？有時候的話，人家檢查，不知道不讓上。對啊，我第一次來。不怕危險嗎？又走內環又不戴頭盔。下次戴了啊。而有送貨嘅電單車，因為未懸掛號牌，而且冇預約上牌記錄，車輛直接被查扣。過了過幾天收回來就可以。那麼根據廣州市電動自行車管理規定，電動自行車是不允許進入我們內環路。平時針對電動自行車的違法行為，我們採取的是電子抓拍取證和民警現場執法相結合的方式，對違規進入內環路的電動自行車依法作出處罰。廣州交警提醒廣大電單車車主，請勿違規駛入內環路，要購買3C 認證嘅頭盔並佩戴好先至上路，而且要正確懸掛號牌，確保號牌清晰完好。電動單車嘅現場執法，你話睇熱鬧呢，就睇佢有幾荒唐；睇門道，我哋仲會諗呢啲荒唐，如果唔係交警喺度執法，佢就係街上普遍嘅現象。但係靠監控亦都係解決唔到，所以交警一定一直都要喺度。咁直到幾時先？直到大家適應咗咯，直到大家開始自覺咯，直到呢種普遍變成極少數咯，然後先可以採取不定時嘅突擊行動嚟到固定成果咯。咁當然啦，人民咁即係你究竟想講要堅持幾耐，仲要執幾耐法先？一個季度少唔到啦啩？而家我哋夾前加後都未夠1個星期，要有效果有排啦。好啦，咁啊第二個最後1公里。今年兩會上咧，全國政協委員靳東建議要成立國家遺囑庫，為老齡化社會提供制度性保障。早前廣州嘅遺囑庫咧就進行咗升級改造，仲推出系列惠民措施，打通財產傳承嘅最後1公里。係邊1公里呢？位於廣州越秀區明月一路嘅中華遺囑庫越秀分庫日前完成改造，重新開張，吸引咗唔少市民前嚟諮詢。市民李女士擔心家庭財產外流，於是都過嚟諮詢訂立遺囑。我媽媽咧之前就過咗身啦，跟住而家我爸爸又即係前2年我知道爸爸再婚，覺得霎時間關係會比較複雜咗啲，所以希望話係自己而家雖然話比較後生啦，咁我都希望話有一個保障，可以按自己嘅想法去分配自己名下嘅一啲財產。
針對當下社會家庭結構日益複雜，遺囑庫全新升級傳承無憂專業繼承服務，通過一系列前置程序，包括預先制定遺產管理人、提前存證未來繼承所需嘅材料等，簡化被繼承人身故後嘅繼承手續。立遺囑它是把財產指定給到想給的人，那繼承無憂的話，我們就是可以讓市民的話可以在繼承的手續上面的話可以簡化他們的一個辦理的一個時間啊，還有跑流程的一些困難啊，我們最快試過的話就是當天就能夠把市民的整一個繼承手續辦理完成，也是為了說將來自己的家人呢不管說是娘家的還是婆家的，這個事情能夠處理好，所以呢我覺得適當的做一些法律安排是可以的。如果說我們的小孩將來他們在辦繼承的時候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們都會提前給我們去做梳理跟引導。目前，凡係符合條件嘅60週歲以上長者可以享受免費立遺囑服務，而喺3月21號到4月25號期間，遺囑庫仲增設咗321份面向市民嘅惠民服務名額，助力家庭財產嘅平穩傳承。321份的話，我們是幫市民去減免精神評估費啊，這筆款項的話是由一些愛心企業的捐助。另外的話，我們還會邀請駐場專家來到為市民做遺囑的諮詢呢，還有遺囑的一個訂立，並且我們對於整一個辦理的流程，我們都做了一個優化啊，以便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遺囑庫嘅服務越嚟越廣，咁但係喺家庭裏邊呢，要提遺囑繼承問題呢，往往都好難啟齒嚇。當中有2種情況，一種係唔使開口，因為個家庭結構好簡單，獨生家庭；另一種咧就係家庭嘅構成好複雜，成員心思難料，呢種可能仲係要老人主動去訂立遺囑好啲。但係有時咁嘅，有啲老人呢，佢可能又真係唔好想太早定嚇，佢仲係想睇下你啲晚輩嘅表現，睇下點先。咁呢種情況並唔極端，呢啲係人性體現，而呢2種情況佢都唔係遺囑庫改進服務可以解決到嘅。有時就係咁，問題一路都有，唔係所有都可以解決到，咁我哋唯有先解決嗰啲可以解決到嘅，好似質量問題。香港消委會檢視市面37款裝前底霜，有17款含有可干擾內分泌嘅成分，有致癌嘅風險，而當中仲有知名品牌，咪睇睇具體對人體嘅影響有幾大。裝前即係如果你話好似孕婦、哺乳期女性、少年兒童啊，呢啲佢係好多化妝品佢都有標注到嘅注意人群，唔單止化妝品，其實好多其他藥品啊、保健品可能都有，但係佢哋本身可能就已經唔係好合適去接觸嘅，只不過你話對生殖功能影響，我諗呢個就嚴重得多。本來化妝就係要靚，冇講過唔要命啊，賺錢可以，但太功利就過猶不及。呢幾日天氣好啊，唔落雨又唔潮濕，咁樣嘅春季正係戶外踏青探險嘅好季節。佢都係咁諗嘅，不過呢就運氣差少少。佢係邊個？佢係一個惠州嘅驢友。3月2號上午喺象頭山探險嗰陣，唔小心就從高處跌咗落去，導致到腿部受傷，行唔到路。惠州藍天救援隊接到求救信息之後，馬上出動救援。睇睇今次任務要點樣完成。今個月2號上晝8點幾鐘，惠州藍天救援隊接到求助信息，話響象頭山內有一個驢友不慎跌傷右腳。由於情況緊急，救援隊立即派遣隊醫先行前往現場。2個小時的後吧，就接到他電話說，稱那個驢友已經是腿部受傷了，所以說我們就知道，我們隊裏面就緊急集合了11個隊友，帶上擔架，因為他的已經是不能行走了，所以緊急出隊。抵達現場後，救援隊員發現驢友嘅情況比預想嘅仲要嚴重。儘管隊醫已經對佢嘅傷口進行咗初步處理，不過佢仍然冇辦法行走。於是救援隊員即刻利用捲式擔架將驢友固定喺上面，並採用繩索技術將佢由山上運落嚟。確實是比較難，因為呢，如果是去過象頭山的人都知道，象頭山呢，它是一個未開發期的國家森林公園。那它裡面呢，所以說呢，很多山地啊都是比較陡峭，而且呢，就路都是比較原始的。所以說我們把擔架運下來的整個過程中呢，都是沒路的，都是在一些陡峭的陡坡、草地、竹林裡面把它運輸出來的。謝隊長介紹，成個運輸過程非常艱難，隊員要時刻留意住傷者嘅狀況，確保佢嘅安全。
最終救援隊員憑借豐富嘅經驗同默契嘅配合，克服咗陡峭嘅山坡、狹窄嘅路段等重重困難，將老友安全轉運到山下，並送往醫院治療。目前呢位老友已經順利出院。關鍵嗰句係象頭山係一個未開發嘅森林公園，所以佢可能攀爬難度較高，更加意味住可能好少人會經過。一旦出事，如果冇人發現，傷者電話冇信號、冇電、冇知覺等等，後果都可以好嚴重。與其講佢唔好彩跌落山，不如話佢好彩咁難都救得返。今日係第25個全國愛肝日，今年嘅主題係中西醫結合逆轉肝硬化。肝臟咧係人體裏邊最大嘅實質性器官，係承擔住代謝、解毒、儲存能量等多重嘅功能。但係肝臟佢係唔知痛嘅，係缺乏咗痛覺神經，係我哋身體裏邊咧最忍得嘅器官。即係一般咧肝區一痛嘅話，講明個疾病已經係進入到嚴重階段。咁我哋真係愛護好緊要咯。日常應該點樣愛護佢呢？響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嘅全國愛肝日義診現場，專家針對乙肝、脂肪肝、肝硬化等高發肝病問題，為市民提供免費篩查同防治指導。重度太胖了，就是吃我們那邊吃內臟的話，會吃得比較多，鵝肝、鵝肉，我特別喜歡不抽煙不喝酒，就是熬夜，看那些動漫熬到2-3點，就這樣。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嘅體重管理指導原則2024年版指出，如果得唔到有效壓制，2030年我國成人兒童超重肥胖率會分別達到70.5%同31.8%。肥胖亦都係脂肪肝嘅元兇，熬夜、高脂飲食、久坐等不良生活習慣成為主要誘因。我覺得從這3方面去着手，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預防的一些辦法啊。那酗酒肯定不行的啦，那個血脂高進行一個吃藥干預啦，那個肥胖你肯定要控制體重啦，運動啦，飲食上也要節食。有些家族遺傳相關的因素，它不一定是肥胖，但是呢也得通過吃藥進行控制。除咗脂肪肝以外，乙肝同樣不容忽視。我國係乙肝高發國家，病毒感染經常以隱形嘅方式潛伏。我以前是有乙肝的哈，就沒有定期檢查，也好像覺得身體沒問題，突然就是這樣了，搞得肝癌是吧？所以我們專家曾倡導每一個人都要檢測乙肝到底有沒有陽性，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所有的醫院和社區的體檢，一定要把乙肝放進去。而現在的治療，比方說乙肝的抗病毒的藥物，每個禮拜5塊錢到10塊錢，就可以把病毒的控制得很好。那麼控制好了病毒，就會不得肝硬化，得了肝硬化甚至可以逆轉，減少得肝腫瘤，這是我們的最主要的目標。即係如果你話捱夜、高脂飲食同埋久坐呢啲習慣，佢邊樣最緊要呢？我諗應該係捱夜。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個係因果關係。咁你通常捱夜做咩啊？食宵夜咯，高脂飲食咯，打機咯，坐住唔喐咯。反而你瞓覺，特別係準時瞓覺先係最有用。因為睡眠不足嘅人，平均係會攝入多300到500大卡，個代謝率會下降，燃脂效率會降低，一系列嘅身體指標都會波動。而且你瞓着咗，你咪唔會暴飲暴食咯。係嘛？瞓着咗，你咪唔使唔喐咁樣坐住喺度咯。冇咩事，早啲瞓，身體健康，以後大把機會俾你玩。珠海有企業採用創新研發嘅氣膜建築技術，即係用60日就已經建成咗2500平方米冇梁柱運動空間，可以抗颱風，可以拆卸，仲超節能。最近呢一個運動館正式亮相珠海金灣區平沙鎮。接住落嚟，我哋一齊去見識下呢項新技術。呢座外形好似巨型貝殼嘅白色建築，係珠海目前規模最大嘅氣膜體育館。佢由珠海本土企業自主研發建造，突破性採用4層複合膜材同氣壓支撐技術，告別鋼筋水泥，由設計到竣工只係用咗2個月。整個內部是沒有框架結構的啊，無梁無柱，它是靠這個內外的壓差啊，內外壓差基本上在200帕左右，相當於我們在半山腰啊這麼一個氣壓值啊，就相當於半山腰的運動的話，就相當於
咱们人体的这个摄氧量啊会更高一些啊，運動的這種效果會更好一些。響呢座2500平方米嘅公共綜合體育館內，8個標準羽毛球場同籃球場可以靈活切換，新風系統實時換氣 ，LED 照明模擬自然光線，智能化溫控令室內始終保持25攝氏度嘅舒適體感。同傳統建築相比，呢種裝配式氣膜自重只係每平方3公斤，能耗降低40%。所有構件工廠預製，現場零建築垃圾。場館配備有雙回路供電系統以及10個應急逃生通道，即使突發停電，備用發電機亦會響30秒內自動接管。它的整體設計呢都是這種裝配式的，因為它是預製性的結構，它是可以重複利用的。目前呢家公司已經承接大灣區多個文體場館項目，年產能可以滿足20座標準體育館嘅建設需求。咁呢啲場館其實可唔可以進行射擊、射箭同埋飛鏢比賽呢？近日，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發布風險提示，喺我國境內發現咗仿冒國產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官方 APP 嘅手機木馬病毒。咁對此廣州警方提醒用戶你哋都要小心高仿嘅 AI 軟件啊，如果唔係就會落入詐騙圈套啊。警方介紹，今次發現嘅病毒極具迷惑性，係金融盜竊類手機木馬病毒嘅新變種，主要目的係竊取用戶嘅銀行信息，例如密碼、驗證信息等，並將信息發送俾攻擊者。病毒會將用戶數字錢包中嘅財產轉移到攻擊者嘅賬戶中，從而造成用戶嘅財產損失。用戶在安裝這個病毒木馬時呢，會被誘導授權其使用無障礙功能。安裝時會一步一步地引導我們的群眾用戶更新安裝這些額外的安裝包，誘導用戶授權後台運行，從而達到竊取信息的目的。警方提醒用戶一旦發現喺 APP 安裝過程之中發起對設備管理器同埋後台運行等權限請求嘅時候呢，應該立即拒絕。另外，隨住 DeepSeek 嘅迅速流行，網絡上湧現出大量 DeepSeek 速成課，聲稱能夠教識用戶通過 AI 快速變現。我之前就成日刷到啲視頻上面話啲書可以變現啊，跟住教你點樣去揾錢啊，咁即係睇完呢啲視頻都有啲即係心大心細咯，又覺得有啲想試下，但係又諗下有冇咁容易，即係可以話真係靠呢個 DeepSeek 就可以揾到錢啊咁樣。警方表示，市面上湧現出咗一批所謂利用 DeepSeek 迅速積累財富嘅高價培訓課程，市民選購時亦要小心甄別。希望群眾們在購買時查驗課程的質量，購買前仔細了解課程的內容和講師的資質。木馬病毒有好多，邊度最多呢？就係咁嘅，近期邊啲 APP 受歡迎啊？咁佢嘅冒牌程序同埋相關嘅一啲嘅概念嘅衍生程序，佢咪會多病毒咯？一般即係如果你話要通過官方嘅軟件商城呢，即係我哋每個人手機呢，你唔同嘅手機牌子咪都有自己嘅軟件商城嘅，你喺裏邊嗰度安裝呢，相對嚟講就會安全啲，唔好自己手，唔好隨便掃人哋嘅碼。冒牌 APP 病毒多，二維碼問題更加多。前幾日啦，喺東莞長安出現咗強對流天氣，有一棵大樹俾啲風一刮冧咗，繼而呢又砸中咗停放喺路邊嘅車輛。咁車輛嘅受損情況係點呢？有冇得賠呢？有冇人受傷呢？同埋棵樹點解會冧呢？馬路邊都被砸成這個樣子，打消防的，消防的也要打，消防的把樹拉開不拉事發響今個月16號中午，響東莞市長安鎮嘅東門中路，一棵大樹被吹冧，揼中停響路邊嘅車輛。據附近街坊話，當日上晝落大雨，雨停咗之後又吹起強風。看到窗戶的話，就是那個風的話，就是直接那種感覺要吹倒人的那種，就出去的時候，那個風就是那個大樹就那搖晃。然後，我們下來的時候就說聽到那個下面說樹倒了。響被大樹揼中嘅幾架車入邊，黃生嘅愛車傷得最嚴重，成棵大樹嘅樹幹都揼響黃生嘅車上，車頂嚴重變形，擋風玻璃兩側嘅 A 柱亦都不堪重負而斷裂，前後擋風玻璃更加係完全碎晒。黃生話：當日下晝佢就收到咗交警嘅電話通知，交警就說我車被砸到了，有次兩車。
其他車有前蓋有後蓋後備箱。黃生話：佢架車係2019年使咗大約15萬購入㗎。雖然事發當日已經報咗保險，但係而家仲響度等緊處理結果。保險公司就叫佢先將車繼續停放響現場。保險啊，他們的都有過來看涉的，保險、派出所、交警都有干涉，因為交警他說那裡不符實，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保險那個人在等那個12345結果。記者現場留意到，事發地屬於禁停路段，路邊並冇設置停車位，但係道路兩邊都停滿晒社會車輛。黃生話：由於附近好難揾車位，所以大家都將車停響路邊。據附近街坊話，事故中未有人員傷亡。當日下晝4點，搶險人員過嚟將大樹切割運走。記者觀察到，響倒冧大樹嘅旁邊，其實仲有另一棵大樹。咁點解人哋冇冧，偏偏呢一棵就冧咗呢？我哋從樹頭嘅斷面可以見到啦，有一部分係呈現出黑褐色嘅，而且係具有氣孔咁樣嘅結構。咁我哋啱先亦都影咗相同專家去進行求證啦。咁專家回覆就係話啦，呢一啲係屬於白蟻嘅巢片啊，咁而且係具有一定嘅年份㗎啦。咁亦即係話啦，呢一棵樹已經係俾白蟻所侵蝕㗎啦。因為外表係冇事嘅，但係佢樹心已經係俾白蟻蛀空咗。咁一遇到強對流天氣，因為稍強一啲颱風嘅時候呢，一吹嘅時候佢就會馬上吹冧咯。負責呢個路段樹木管養嘅企業表示，會喺近期對樹木進行排查，如果存在安全隱患，會進行相應嘅處理。同時，為咗保障車主及車輛安全，佢哋亦會加強管理，響樹木上懸掛安全警示，並勸喻車主唔好將車停響呢度。來到現場呢，同啲車主都有對接溝通，咁呢車主呢都會自行報翻佢哋所屬嘅呢個保險公司，咁都揾咗保險公司去處理㗎啦。咁我哋都會跟翻呢個保險嘅呢個認定責任，我哋會落實好呢個相關嘅補償嘅工作嘅。最近喺揭陽市揭東區234省道上，有一部三輪車同大貨車發生碰撞之後就反咗。三輪車汽油發生咗洩漏，並且自燃。駕駛員壓咗喺個三輪車嘅車底喐都喐唔到。危急關頭啦，路過一名軍人聯手附近村民展開營救。路邊店鋪嘅監控視頻顯示，當日下晝5點幾，一架三輪車同向行駛嘅貨車發生碰撞後，車身向右偏離，隨後失控側翻。倒下去就着火了，倒下去壓在那個三輪車下面了，燒得看不到那個人。呢個時候，外出返回營區嘅海軍陸戰隊某部軍人張棟見到，立即落車向起火嘅三輪車衝過去。我當時就想着我是軍人，我要救人，就趕緊衝過去了。像我隔壁老鄉，他就馬上叫，快來幫忙啦！就拿那個滅火器啊，就去救啊，好幾個那個當兵的也應該表揚他。軍民聯手，一路滅火，一路將三輪車扶正，成功將壓響三輪車下面嘅司機救出。好快，120醫護人員趕到現場，將傷者送往醫院救治。據了解，受傷嘅三輪車司機係附近嘅村民，70幾歲。事後，傷者嘅家屬到部隊送上錦旗，對參與救人嘅軍人張棟表示感謝。這是我應該做的，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是我們的職責和義務。只要黨和人民需要，我將義無反顧，衝鋒在前。記者事後嚟到事發現場，發現嗰個路口位於兩條村交界嘅地方，不時有村民揸摩托車穿過馬路。由於行經車輛嘅車速都非常快，村民過馬路都係膽戰心驚。這上面這裡路大一點，都是那個車太快了，都是好怕的。最好就把這個紅綠燈按下去，過馬路就放心一點啦。最近全球首創嘅抗破傷風新藥新替妥正式獲批上市，用於成人破傷風緊急預防。呢隻藥物係將會徹底改變破傷風預防領域嘅傳統模式，係為全球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嘅防護嘅方案。目前呢一批藥物已經進入到珠海市第5人民醫院等醫療機構。破傷風係由破傷風梭菌引起嘅致命性疾病，全球每年病例超100萬，未經治療死亡率接近100%。
傳統預防手段依賴破傷風抗毒素以及破傷風人免疫球蛋白，但係前者因馬原血液製品存在高過敏風險，後者因依賴人血漿供應而長期短缺。我們現在上市的這塊產品呢，叫新替妥，它和傳統藥物最大的一個區別我們認為有4個特點，一個叫安全、有效、可及、可控。響安全上，新替妥作為全球首創重組抗破傷風毒素單克隆抗體藥物，通過基因工程技術生產。佢嘅臨床研究顯示為零血清病報告，無需皮試同門診留觀，杜絕過敏性休克風險。藥物起效快速，用藥後12個鐘頭內，95.4%嘅患者會達到保護水平，而且保護性抗體維持中位時間達到132日。另外，呢種藥嘅年產能可以充分滿足市場需求，年產量預計達到1000萬支。基於這4個特點呢，它和現有的藥物相比呢，它打1針即可，不需要留觀對於蒙氏的病人來說，同時呢不分體重大小，不分創口大小，所以說和現有的藥物相比呢，是有非常巨大的優勢。作為自主研發嘅全球首創藥物，呢家公司亦正積極助推新替妥進入國家醫保目錄。今年呢，國家對於創新藥呢又有了新的政策，所以說我們現在呢按照國壇藥進入國家醫保國壇藥的身份呢，我們正在積極的進行準備。我們也希望這款創新的藥物呢納入2026年的國家醫保目錄，那進而以更低的一個價格呢惠及患者，讓更多的人受益。攜手共進，灣區快訊。珠海同澳門日前聯合舉行珠澳醫院對醫院點對點跨境轉運啟動儀式，標誌住兩地醫療救援合作邁入新階段。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同珠海市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5醫院、廣東省中醫院、珠海醫院、珠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正式開通救護車點對點跨境轉運服務。近日，北京市密雲區密雲水庫上游嘅白河河面就好似一塊巨大嘅畫布，佈滿咗好靚嘅藍綠色幾何紋路。呢啲紋路相互交織，錯落有致，就好似歌謠冰裂紋。藍綠兩種顏色嘅巧妙融合，折射出獨特嘅光影，奏響萬物復甦嘅序曲。今晚灣區最新聞，我哋睇住咁多先。跟住呢段話一講完咧，大家打着咁眼咧，及實個屏幕。由好易康生物護銀牙膏贊助嘅72家房客追劇福利有獎互動中獎名單會馬上公佈，祝你好運！同聲同氣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聞。我係努力，聽晚繼續品啦。從來不需多交往，不需很火燙。然而若有難堪，首先給你相幫。寒暄招呼，假以偽情逐寸捆綁。唯因你我只可純真得到釋放。情人之間的